上一次咧同一個專業人士傾開偈啦，咁佢好直接咁問我：喂 Derek， 關於未來嘅安排啦，其實我應該點樣入手咧？咁當時咧其實我冇直接答佢噶，我反而問咗佢一個問題，就係話：不如我哋咧先唔好諗點做，而係咧諗深一層，其實你最想係安頓好啲咩咧？係一個具體嘅數字，定係屋企人過後嗰幾十年生活嘅一啲底氣？係一筆到時可以動用嘅資源啦，定係無論你喺任何嘅地方、任何嘅場景，你都可以延續到嗰份嘅責任同埋掛念呢？我自己當年咧都有諗呢個問題，同埋咧為自己家庭思考嘅時咧，俾呢個問題咧點醒咗。其實咧市面上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安排嘅方法嘅，就係為咗實現唔同嘅功能啦。咁有啲功能咧就會用一份清晰嘅法律文件啦，去明確保最基本嘅意願啦，就好似一份地圖則咁樣。咁另外啦，有啲功能啦，就係創造咗一份咧，確保未來嘅資源啦，為屋企人提供咧及時嘅支援。佢咧就好似一個好穩健嘅樁咁樣。而比較咧更高階嘅功能啦，就可以建立呢一個可以跨越時間啦、自主運作系統啦，可以咧照顧到更複雜、更長期一啲嘅個人嘅心願啦。佢又好似咧為你建設一個咧好長效嘅導航系統咁樣。所以咧關鍵咧從來唔係咧追問邊一樣嘢係最好喎，而咧係你可能要咧回頭諗一諗，其實咧自己喺心裏邊最深處嗰份安心，到底咧係邊幾樣嘅功能可以組合而成？而我 Derek 嘅角色就係同你一齊將呢份獨一無二嘅掛慮，呢份嘅憂心，轉換成咧一個比較穩妥、周全、專屬於你嘅家庭嘅長期方案。